有一位咱台湾的查某学生去匈牙利留学，所咱就是因为感情的纠纷，和伊的查甫朋友拢总死伫咧公寓。土耳其的总统大选第2轮投票是予即马已经掌权20党的现任总统埃尔多安成功搁再连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9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今仔头一条新闻，咱先来关心中度风台马娃等咧接近台湾，气象局针对咱东部海域有发布海上警报。目前来讲，马娃风台是慢慢咧往北，这海上警报有可能会维持到3天这么久。有估伫咧拜3、拜4，马娃风台会上挖进台湾。马娃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长影一影一影陷入来台东富公渔港北环。下晡拄着打捞海影一过北环，引入来港区。迄阵真早就回港闪风，滨海公路往来车辆也看到大影正惊人。风台慢慢挖进东部海域，长影搁较接拍入来。所以前一天伫宜兰前进湾海边失联的女学生，搜救任务搁较困难。海上无好，出动直升机来回敲碎，加速完到现场调集等待。目前马娃风台离台湾差不多600公里，当地渐渐东北，速度愈来愈慢，降到每点钟5公里。虽然环境场不利继续发展，强度完小可减弱，不过刺激风暴风半径也是有300公里。暴风圈会吸到东部海域，气象局要伫29暗时发布马娃风台海上风台警报。在后天到礼拜4，它北上的这个过程，因为它进入一个导引气流比较不明显的区域，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台风如果还有在比较偏西接近台湾，或者比较偏东远离台湾的话，对我们各地带来的雨势跟风势影响程度、强度上会有一些差异。气象局分析，马娃上北了后，欠缺导引气流速度慢，两边偏煞角度会决定离台湾偌远。发布陆上风台警报低，不过海上风台警报可能有3天。拜日开始，降雨热区伫东半部，尤其宜兰山区雨会上大。大台北地区嘛要注意强风甲阵雨。西半部的天气有较稳定，东部、西部两边风雨大细无共。这个台风呢，最主要迎风面都在东半部，那西半部呢就是属于背风面，甚至还有一些焚风或下沉气流，所以东半部呢非常的阴天，然后有阵雨，风浪非常的大。那西半部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很高温热浪，中午高温大概都有35、36度的机会。气象专家形容这礼拜拢予马娃风台影响，因为风台移动速度比以前搁较慢，会决定规礼拜的天气。一直到拜5了后，北方有比较明显的气流，风台有机会加速离开台湾东部，往乌克兰外方向过去。那做6月初2至初4安排去日本佚佗的民众要注意航班资讯。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位咱台湾的查某学生去匈牙利留学，算咱像是因为感情的纠纷，和伊的查甫朋友拢总死伫咧公寓内底。根据匈牙利的媒体报道，警方13伫咧公寓内底发现着2个尸体，一个就是来自台湾的查某学生，另外一个就是伊的男朋友。研判是感情的纠纷所引起的案件。咱的外交部嘛有证实这件代志，表示唔甘，嘛咧协助家属去匈牙利，今仔日要甲这留学生的遗体接转来咱台湾。再来看罗西亚又搁对基辅发动攻击，乌克兰表示总共有要甲60架无人机去干攻击，大部分拢有因拿炸着，不过也是真不幸，有造成一个民众死亡。而且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嘛表示，这款无人机拢是伊朗制造的。因嘛要对帮助罗西亚伊朗来制裁。乌克兰首都基辅礼拜日半暝个响起空袭警报，天顶有闪光甲爆炸声音。乌军最近动作真济，自备个发动大规模空袭，派出数十架无人机攻击首都基辅甲其他地区。时间点就伫基辅建成纪念日这一天。Сьогодні наша держава пройшла через одну із найбільших російських атак шахедами одночасно – 54 дрони. Майже всі вони збиті. 乌克兰军方了后指出，乌军发射无人机有59架，攻击时间5点外钟。乌军拍落58架手术风扇，不过依然有一个男性不幸互落来脆片去攻掉死亡。空袭地区附近的居民讲到，迄时阵情形依然是真青惊。Я ж кажу, я живу в дев'ятиэтажці, то в 17-му номері. І от коли сьогодні почалась тривога в 7 хвилин на другу, я вже і не спав. І це вперше їх сьогодні почув, я їх ніколи не чув.
这是5月以来俄军第14摆攻击基辅，因为俄军用的无人机大部分是伊朗制造。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已经向国会提出议案，要对伊朗实施50年的制裁，包含全面禁止甲伊朗贸易等。伊朗反驳表示，因的无人机是在俄乌战争以前提供给俄罗斯，所被西方媒体炒作放大。莫斯科当局暂时无针对上新的攻击行动发表公会，公司新闻七欢迎朋友。咱来看土耳其的总统大选，昨因的第2轮投票，结果呢是互即马已经掌权20党的现任总统埃尔多安，摕到超过52%的选票，以小小的票差选赢。那即摆上大对手吉里达欧鲁嘛强调，这是一场无公平的选举。咱详细来看，埃尔多安伫咧选调了后，会当继续做总统，做到2028年。不过，说落来，伊就要面对着土耳其正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甲进前大地动的中建也未做好势，也佫有性别平权的争议嘛受到关注。而且，埃尔多安伊的立场是较瓦罗西亚，所以未来土耳其伫咧俄乌战争的角色是会安怎来变化，嘛值得咱观察。超过32万支持民众热烈的欢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甲其后28暗时伫安卡拉的总统府前发表胜选感言，呼吁团结。Milli hedeflerimiz, milli hayallerimiz etrafında birleşme, bütünleşme vaktidir. 土耳其2月举行第2轮总统大选，根据开出超过99%的选票，已经统治土耳其20年的现任总统埃尔多安，摕到52%，超过一半的选票，顺利得到第3任期，会阁统治土国5年，一直到西元2028年。包括美国总统拜登、俄国总统普廷、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这些全球重要领导人，也甲欧盟、北约这些组织，拢已经发出贺电。69岁埃尔多安也强调稳定通货膨胀、补助弱势，这是连任了后首要的施政目标。Bununla yola devam edeceğiz ve güçlü bir ekonomi yönetimini bu iki kavramın üzerine kuracağız. 若是成功甲大选逼入第2轮的反对党候选人吉里达欧鲁，虽然即届得到真济的在野党联合支持集中选票，不过得票率仅48%，也是输予埃尔多安超过220万票以上，无法度平盘。74岁吉里达欧鲁2月表示，这是一场真无公平的选举。执政党动用国家资源甲打压，不过伊会持续为土国真正民主而战。Ülkemize gerçek anlamda demokrasi gelinceye kadar bu mücadelenin öncüsü olmayı sürdüreceğiz. 土耳其虽然伫俄乌战争发生了后，扮演互乌克兰粮食为乌海出口的协调角色，不过嘛是北约成员国内底立场亲中俄的国家，国家埃尔多安高压统治的风格，拢引起未少的议论。另外，土国2月发生大地震，造成几多万人死亡，国家44%超高物价通货膨胀，也引起真侪民怨。埃尔多安即届惊险连任成功，不过已经流失真侪选票。虽然选后一直话团结，不过规个土国实际上已经严重分裂。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北韩讲要社会称，日本认为北韩其实是要研究射飞弹技术。日本的防卫大臣就下令，若是威胁到国土，就要随甲毁掉。过来是韩国朝鲜日报。洪泰马话，扫过关岛有大约3000个来自南韩的旅客留伫咧当地，按算要等到6月初1，关岛的机场才会当恢复运作。英国 Times 报道，意大利政府警告，今年的热天会有40万的违法的移民对非洲逃渡去欧洲。英国的警方就出手协助北非的国家阻挡非法的移民出境。说到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伫咧共和党占多数的德州众议会，27投票通过要弹劾涉嫌收污洗甲滥用职权，共款是共和党这个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上尾是《华盛顿邮报》，这班甲和波多界沿海定定拢有油污弄到存在的事件。科学家研判，这个油污可能是要互人用到上过，所以才会出现报复的行为。伫咧纽西兰饲真济绵羊，这是大家拢知影的。不过今年是减少到170档来上少的数量。根据统计，伫咧800年代进前，纽西兰有差不多7000万只绵羊。
过到2022年，就敢若剩2530万只尔。这主要的原因就是饲羊的碳排量实在伤悬，会互政府加扣税，所以饲绵羊的数量才会愈来愈少。不过农民就换做来提升羊仔肉、羊仔毛的品质，这价销愈卖愈悬。即阵纽西兰绵羊的一档的产值就到30亿美金。伫北岛讲是世界甲羊毛之都的小镇地区一地，伊逐年庆祝所有甲羊有关系的活动出名，包括甲羊毛比赛、甲喷羊节。也毋过根据纽西兰国家统计局上新数据，纽西兰即卖羊比过去170年中的一毛时阵拢少。2022年6月，全国的羊有2530万只，比前一年少40万只，会当讲是减少2%。虽然总数继续降，也毋过伫2021年到2022年，统计上又话有2200万只羊，数量其实也个真侪，羊仔减少，也毋过羊毛价销愈来愈悬。Or a fat lamb, for example, was selling at say $7.70 a kilo. 5-10 years ago, we're probably sitting $4.50 to $5 a kilo. 所以纽西兰的羊仔产业注重伫生产高品质的羊肉，卖到大户像中国。纽西兰有50%以上的羊肉是中国买。China is very important. It's getting a bigger market every year and more discerning. They are now demanding premium product, which is part of New Zealand's aim. 羊仔减少甲国际羊毛市场长期衰退有关系。另外，纽西兰为20世纪80年代有7000万只羊的巅峰期，到即马剩2500万只。因为羊的碳排偏悬，每公斤羊肉会排放24公斤二氧化碳。随之有一寡人烦恼，政府对农场动物征收新的价源排放，会互更较侪人无要饲羊，转往林业开发。除了羊肉，羊毛也是纽西兰重要产业。今年有4位来自蒙古、牧羊人到纽西兰。学用新设备加羊毛的技术，为逐工为30只羊加毛到增加到200只。纽西兰羊仔出口当年有30亿美金的产值，就算羊仔减少，纽西兰人犹原对这类产业真有信心。公司新闻有为您编译。有真侪人拢足惊看到蜘蛛，毋过其实这蜘蛛毋是害虫，所以伫咧伦敦就有动物园专工开课来甲人介绍蜘蛛，甚至阁互因挑战来摸蜘蛛，帮助即寡民众袂阁惊吓。到底手中藏啥物物件，互一个查某囡仔双手皮皮搓，目睭毋敢看，而且表情突然有一寡惊吓。答案是一只蜘蛛。真侪人看到蜘蛛就会惊，甚至有蜘蛛惊吓症。伦敦动物园就特别开办治疗课程，帮助遐看到蜘蛛就会惊甲弄车，还是袂记得有抱婴仔煞放手，甚至毋敢转去人。Like I said, I can't sleep. I can't be in the same room as a spider. I'm now in the room with 60 huge spiders, and I'm fine. 伦敦动物园这项蜘蛛友善计划会先互参与的民众正确认识蜘蛛，像了解因会食蚊仔甲家蛇是出来清洁的帮手，毋是害虫，所落来互因短期的催眠治疗，了后互因行入蜘蛛粪坑，适应看到蜘蛛结网的情形，所落来是接触细只蜘蛛。虽然过程中有人也是惊甲伊七目屎，也是叽叽叫，也毋过难关也伫后壁，迄都是将大只蜘蛛放伫手中，通过这考验的人，最后拢大大的放松落来。Kind of managed to walk through the room where there were like spiders hanging down. I put my hand into the box where there was a spider, kind of let the spider run over my hands. So yeah, feeling surprised, relieved, yeah, happy that I've done this. 伦敦动物园表示，参与这项课程的人，9成以上拢会当成功克服对蜘蛛的惊吓。那这项计划已经实施30年了。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驻智利的泰国大使馆，因为伫当地有真侪多元性别族群会受到歧视、受到骚扰，所以大使馆就特别开课，教泰国上出名的泰拳来自我防卫。被攻击女性用手挡来了后，用手后敲攻击，用脚踏成功挡来攻击人。边个学员是看甲目睭白练长。南美洲国家智利支持举行一场真特别演习会，主题就是如何用泰拳来防身。学生拢是性别多元 LGBTQ 的族群。办这场泰拳防身演习会，就是泰国驻智利圣地亚哥大使卡马拉纳云，伊表示家己有一个同志朋友伫智利因为性倾向互人攻击，好加在这同志朋友本身会一寡泰拳才逃过一劫。
伊就请泰拳教练免费教当地 LGBTQ 族群如何用泰拳来自保，结果报名人是真多，本来只要收20人，有150人要来，最后开放予50人参加。 En mi opinión, a mí me da un poco de miedo andar en la calle así como en la noche o cosas así, porque puede pasar cualquier cosa y es súper bueno que integren esto a personas LGBT sobre todo porque es los que más lo necesitan. Sí, por ejemplo, con mi pareja nos han intentado asaltar y todo, entonces igual es difícil así como... Es mejor tener algo con lo que recibir ese momento. 教练不止教学生用体重保护面部来防卫，也敢用手腕漂教脚头虎针对人体较脆弱的位置，比如颔骨、鼻骨、生殖器、大腿这部位反击，然后真紧逃走。学生拢感觉受益真多。这里社会对 LGBTQ 族群无友善，近年都发生6件受婚误杀案件，针对身体甲经济所涉的犯罪，各有10多件。公司新闻市反两报道。 来看美国职业篮球 NBA 金州勇士队，有一团平均超过55岁啦啦队。虽然不是窈窕美丽的少年查某囡仔，不过因的表演也是吸引真侪观众来甲因欢呼。 整齐舞蹈动作，每一个动作拢真到位。金州勇士队的夜幕经典舞蹈团，一出来中场休困的舞台，全场的观众的眼光拢很起引，情绪也被带到上观点。有时阵叫好的声音，大家连音乐声音拢用要听无。You can't believe what it's like. It's unbelievable. Just to be able to. They're happy, we're happy, everybody's happy. Sometimes they start cheering before we even get started and we can't hear the music. 今年这篮球季入选的27个队员，年岁伫55到77岁之间，有人已经退休，有人只是还无头路，亲像法官、律师、电脑绘图师、工程师、房地产中介等等，身份背景拢无同，唯一的共同点是勇士国度的一份子，甲对舞蹈表演的热爱。 俗话讲，台顶1分钟，台下12公。夜幕经典舞蹈团每1分钟的表演，拢爱一直练习。一个球季差不多爱表演20到26场，每一个舞曲最少爱用12点钟以上的时间来练习。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 越南的下龙湾美景是真出名，不过塑胶污染嘛真严重。清洁队逐工伫落去下龙湾甲河粪扫，这河起来粪扫是用钝干啊一座山。而且研究嘛发现讲，这河边的塑胶粒啊对环境的影响是会维持真久长。 清洁人员用希望连续过去大地玻璃龙铺标，塑胶饮料罐也是常常看到粪扫。越南东北部有海上桂林之称的下龙湾景色真水，不过海面上所有愈来愈多塑胶粪扫。vất vả nhiều, chung là gấp bao nhiêu lần mỗi ngày thường cơ, mỗi lúc cơ, đến chắc phải đến 2 tháng hơn 2 tháng ấy chứ, nhiều rác đấy, làm cũng tương đối vất vả, thấy là mệt mỏi lắm đấy. Bởi vì hết cả ngày không có cơm hơi. 这阵啊，出前辈清洁人员讲，因逐工说下龙湾爱走5到7转，粪扫坐甲顾未了。过去2个月，高层已经过1万立方公尺粪扫，因将4个奥运游泳池填满，河边屯干那山的粪扫，甲石林岛树正做真口水对比，连游客拢看袂落去。 Yeah, and it makes me sad when I see it. So normally you would talk about, wow, look at the view, look at the fishing villages, and then on the other side you have to talk about the trash. So oh God, look at the bins, look at the plastic bottles and things in the sea. 下龙湾去年吸引700万游客，今年当局希望达到850万人次的目标。不过，这几年致力发展观光变经济，致使都市过度扩张，和下龙湾面临生态浩劫。环保专家表示，原本伫这珊瑚种类有234种，目前只剩1半。好在在这几年来，政府下令核心区域禁止掠鱼，或10年无看到的海底，阁慢慢转来。不过，粪扫污染问题若无处理，恐惊会惊走观光区。公司新闻张慧敏报道。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